农历3月，新明星济济庙宇都要办庆典来祝寿，信众更是虔诚来参拜迎老爹。当然，应下传统宗教节庆，食拜拜保平安，更是重要事项。离安南区在地30-40档的阿雄哥爸，因为因办得好功夫同人知，所以本来了主学会配合新明星，嘛一定要请因来主持。伫咱这安南区这吼，40-50档来哦，大家学乐爱得志哦，伊的店也伫咱安定路3段736号哦，欢迎大家吼有闲吼去食伊阿雄哥爸的锅巴，安南区上赞。他们除了在地相当的知名以外呢，也冇咧做外汇，所以我们时常看到喜宴也好，或是说我们的神明的圣诞千秋平安宴也好，都会时常看到我们阿翔鹅肉的踪影。这阵拄啊是咱的新明星所以很多寺庙也都办理所谓的平安夜的活动。伫这呢刚好我们的整个一个阿翔鹅肉，它也生意也可以说络绎不绝那今天伫咱迄个本源寮组合会家天雄寺庙家也是他担任主持啦。阿雄哥爸为新明星所传的菜色都要相当的澎湃，嘛坚持在地古早味，参照处理南靖红鸡、红肉这几道手路菜，拢要2-3点钟，相当够工。阮所做的就是传承一寡拢古早所遗传过来一寡个较古早的古早菜，所以有一寡南靖红鸡一般即阵新少年的一寡厨师拢较毋捌做，所以阮就是拢会去做一寡像个鱼翅鸡啦、南靖鸡啦，大红肉啦。火炒肠啦。拄着新明星旺季，阿雄哥爸一天会办卖200道，到现在也亲身操刀掌控全场。李登基所累积的好手艺，后一辈嘛愿意传承。所以讲，总铺师行正道，感念爸爸辛苦。他们都要很早就起床准备，然后尤其是家中岛的时阵，他们就要那个1-2点就要备料，就是整理确认那个食材等等。然后到现场要3点，我觉得爸爸很辛苦，那也谢谢大家这么喜爱他的料理，实在好吃赞。伫成功老咧办的背后，专家伙仔齐心，才是将阿雄哥爸继续发光发热的关键。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